月23，1661年9月23拜五。早起好天，微风对南方吹来。天光以前，有一个着人的士兵，早着个大刀甲剑指，对即个市镇倒来阮即边，伊被审讯的时阵，降述如下，下底就是考卷了吼。因为伊考卷是安尼吼，下底就东西吼，因为伊的某甲囡仔以及真侪士兵甲其他人伫加拉湾一带，加拉湾迄到位啊啦吼，也无死去吼。有声无？有 OK。所以伊才逃亡来阮即边。马亚的士兵伫咧即个市镇里死了真侪人。伫阮迄寡船只出击以前，就是9月16号以前，即个市镇里的兵力有1570人。我会记得咱顶回读的时阵，伊在海检我见个摆个足凄惨的啊！好，结果个第四讲即边的人嘛是个倒过来即边吼。讲即个市镇里伫阮迄寡船只出击以前，就是伫咧9月16号以前，即个市镇的兵力有1570人。即寡人被迄寡船只含即个城堡的炮击拍死的，约有600人，比例诚悬啊！其中有40个到50个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意思就是袂晓讲粤语的。毋是洪武人，但是我讲北方人，下底有注脚第一条，讲若直接翻译是应该叫做管队人吼，但是伫遮咧应该是指是那北方的人吼，因为荷兰人有称呼苏格兰人做荷兰的即个习惯吼，安尼称呼是兼有管队人吼，就是住伫咧管队所在吼，就是山地人吼，山地人吼，甲北方人即相同的意涵吼。迄当阵台湾市镇的手足、马姓手下有满籍以外吼的人，迄寡人主要就是北方人。而市伫咧遮所讲被拍死的600人当中的迄40人，大概就是马姓所在。出来的即个北方人，其中有讲，就是讲被炮击拍死的，约有600人，其中有40人到50人是北方人，被即个落落来厝底死的有70人吼，因为迄只库克肯号。爆炸而被飞射出去的铁器甲即个柴吼拍死的有140人到150人，安尼计算起来，因现在总数约有900人，其中约有50个到60个受伤的人。伫迄场战役中，我方有13人被活掠，其中有一个船长甲2个军官，迄寡官长吼被留落来。因为名被留落来，其他的人伫车扛被杀死。这个人是一个劳动人，就是来倒靠迄个人啦。劳动翻译的人，我互写讲是毋是辽东吼？辽东人吼。现在准备好要离开去西奈的迄2只篷船，载有约有700个西奈士兵，无人知迄寡士兵是要去做啥物。迄寡船长真运着糖，顶礼拜5伫咧即个市镇里因相当烦恼，讲阮会对即个城堡出来攻击因。伊认为讲，如果迄寡荷兰的船只继续不断来射击，安尼迄天下晡因就必须要逃走，
因为迄寡三班已经为厝内准备好要停到尾啊。伫因的大炮边仔的人有部分的人被拍死，真侪厝被拍落去吼。伫即个市镇后面，约有30只竹排啊，甲小船停伫遐，准备要伫半暝吼，伫即个暗暝吼，就要来袭击伫个即个海湾沿岸迄个船只。迄寡小船吼，差不多拢无造成迄寡篷船顶的人员的伤亡。迄寡篷船顶的死人只有2个人受伤，还佫有2个人要含即个人同齐倒来处地。等下吼，妈，安那？你客厅的玻璃弄破哦？啦，毋是讲电话不要紧啦，小可代志啦。我这上课我要讲，看看。你讲，拜拜哈。讲还佫有一个人想要斗阵含伊缀伊来逃出来，但是被对着抓转去吼。伫咧坡边下约有500个士兵，伫咧油条增加兵力到1500人，因伫油条遐还有几撮即个河沟呢有大河药，要伫咧阮去攻击的时阵要引个爆炸。伫咧即个市镇呢，伫咧即边的迄寡南堡后面也有乌几撮即个河沟，为了上述的目的，也伫咧河沟里来大河药。2-3天前，因就甲河沟里旧的河药换做新的河药，因是伫咧一个月前开始安尼咧大河药的吼。伊听讲，约有14个荷兰人和电影官同齐被载去新啊，其他荷兰人被分派去为了各所在，伊毋知影即寡人是当时被载去新啊吼。去北部的官员，就是左先锋吼的部队，营组的部队，差不多是全军拢被当地居民抬死哦。左先锋家己也被一支即个标枪来射着吼。后来因为安尼来死去，伫咧迄个附近的居民也保持相当的一个宁静，无代志吼。即个营组死去的即条，我看会对注脚第2条，讲此事有因有差不多相详的记载，参阅有因的总经实录啊，从征实录啦，你们可能捌听过这本书。后来，倒来2只，国春社的农作物拢发了无好吼，就像其他人也已经讲过安尼，但是讲伫赤坎的农作物，生了佫袂歹吼，只是因为野马吼吞踏来遭受了真大损害，农夫有真侪人因为野马来死去，国新北希望马野吼会当带领的部队去北平迄寡村社吼去报复。就是保护迄个被当地居民规个抬死的即代志吼，但是因为无人愿意去报复，所以也无人去遐。顶一回阵亡的人，因就甲迄寡尸体带伫即个市镇的海边啊，或者是其他所在，只有一寡被大家所敬爱的人的尸体被迄个火化吼。放过就对了吼。因对迄只库克肯号的残骸处理一寡米、一寡肉甲肥肉，但是拢无摕到大炮吼。因去迄只船的残骸的人，有几个人被阮所发射的铁砂来拍死。但是迄只可天复号呢，因已经甲该船所有的渡船的物件吼，就是米啦、水啦、船顶的器具啦，甲其他物件吼，拢该拆落来，再去赤坎，
大炮还留伫迄只船顶，派去内陆的士兵，真侪人因为感染地方病甲啉水来死去，水土不服吼。当初来台湾的时阵，国姓爷并列有13个军团吼，遮尔多，其中死亡甲逃亡的约有5个军团的人数吼，哇，走要一半吼。国姓的后生叫做新成功，等下我看第三条。第三条记讲个地经公啊，地经啊吼，文本的编辑解读是地经，但是这讲翻译的人写吼。存疑啦吼，因为围攻荷兰人的战争中，地经敢若无来过台湾吼。无定是郑成功的第二后生叫做郑聪，后来被封做保正公吼，保道啦吼，保助伊的保啦吼。保正公就是即项即只荷兰文写个国姓后生叫做新成功，反正无关系。最近我讲即个新成功最近捌对希腊来过遮吼，来劝因老爸转去希腊。现在国姓爷调伊即个后生，搁再一次对希腊带领伊的军队前来，但是伊毋肯听从即个调换咯。伫赤坎以及任何其他所在，拢无建造要塞。伫赤坎也无采大炮，只有一寡小炮。伫盐条有6门大炮，以及迄个30门小炮。若是河药甲刀枪之类的物件，河药甲刀枪之类的武器，敌人还阁有袂少吼。最近无荷兰人来过即个市镇，但是有一寡乌人来过。马爷所住的厝呢，迄时才被即个射击吼，拍甲大部分拢落落来吼，塌落来。对即个城堡所发射的炮弹造成上侪损害，因为迄寡炮弹大部分拢继续有拍着迄寡厝吼。马爷的某呢，住伫罗特丹农区遐吼。进前即个读即个即个，毋是感觉是收税金的款吼。有读着什么坡地，什么坡地，什么产的意思吼。其中有一区吼，叫做罗特丹哦。有人认为讲，国姓爷现在因为欠缺士兵，只敢会当挖靠迄30只河船来对付阮，出外毋敢用其他的办法。如果迄寡河船攻击失败，到时阵大概就必须要离开台湾咯，因为拢无人愿意搁做希腊来处队咯。伊也听讲，新秀的人，新秀。挂号写讲是泉州吼，即新秀的人，泉州人挂号写讲是指满千的军队吼。讲伊也听讲泉州的人吼，就是满千的军队要落来攻打厦门。昨昏有一只航船对希腊载米来遮，士兵每一个人每个月收到2个希腊岛的米，出外就是岛是希腊的岛吼。出外啥物拢无，也无薪水吼，因还阁必须用遮尔少的米去供因家己的妇女啊、妇人啊、囡仔甲仆人吼。大部分的士兵拢甲无囝当作带来遮，河边破病吼，河边破病咯，所以去国姓爷遐住，因为欠米，所以因现在拢食牛肉。每2天60个人食一只牛。有一个军团的士兵驻军伫个片湖，因继续驻守伫遐。迄只小扁船船
Cottonhoof 和因拍算要留落来家己使用，因此因就留一个荷兰船长的名，就是留一个荷兰船长来驶船啦，伫即个市镇后面的迄寡篷船顶，约有300个士兵，其他所在的篷船每一只只敢有5-6个士兵。因伫即个市镇里，逐工拢咧无用伫咧修复因的炮台。即个市镇里有400个弓箭手，其他人使用大刀等等的武器，不过所有的士兵拢备有盔甲。暗暝啊，每一条街仔路拢派有2个士兵咧徛哨，警卫。5个士兵伫咧海边啊，迄个税务所边啊，迄寡大炮边，抑阁有6个士兵伫咧市镇中，以及伫咧迄寡远街的几个布棚边啊咧徛哨，警卫。其余的士兵日夜拢留伫咧布棚里。伫咧顶一个礼拜五，就是9月16号，荷兰方发动攻击迄天的前几天，因只敢有4个人被阮的大炮拍死，和2门大炮的炮喙被阮拍着。最近伫咧龙眼门看线迄只篷船是被国士派遣，要载树木和糖去新仔来。无何被斩首哦，因为伊对即个市镇摕走真侪战利品。另外一个官员名叫做仁高山嘛，欠国士爷真侪钱，有一半金额毋肯还，所以对新仔被送来遮囚禁伫一间小草厝里。迄只 Cottonhoof 号的尾行尾瓜啦甲即个行啦就是迄只Cottonhoof 号的尾行，昨暗被敌人对船顶甲拆落来。有7只篷船伫咧10点的时阵，对赤坎头前启航去龙眼门，伫遐来拍定停船。伫即个期间，快艇 Anchorin 号对处地港内航往港外迄只停船处去。下晡，即个海边啊飘来一具被斩首的荷兰人的尸体，看起来才寿命约了2点钟尔。暗时啊，开始对北方吹起强风，持续吹一暗。9月28日。早暗，我的表都无看，9点半，这等下摕一下水。一寡滚水，我在厝内感觉房间特别冷。
寡烧水较袂晓练，一寡滚水较袂晓练。我过来对啊。106年9月24号拜六，站航王龙椅门迄7只炮船，今仔日早起看到，还阁停伫遐。现在因为北风相当的寒冷，9月天9月就寒冷啦。北风雾气真高，迄只小扁底船，Turbo 的号，伫咧今仔日上午离开伊所停船的所在，要来出队。伫瓦管出队的海岸来看线，可能那个船啊叫做小扁底船 Turbo。因为伫中岛有两具尸体啦飘来出队的岸边，甲伊收台。即是阮迄只尔工船也航王港外，昨昏去龙椅门的迄寡炮船有6只，又阁用下航母车壳。下晡3点钟，风开始平息落来，然后就平静无风，到暗时又阁风雨交加，强风透起来，规暗拢是落雨乌暗的天气哈。OK， 我这个贴出来，声音大声了。9月25，礼拜日。早起天顶大雾的透北风，要到中大的时阵，无任何对这个港内驶出港外，航往南边的停船处去遐停船。下晡有大细船只，总共22只。对车扛头前航往龙椅门去遐停船。今仔日定前9安休日，这个港道以及附近的海水用真大，因此所有的船只以及今仔日上午出港的迄只大炮船 Daewoo Vaz 荷兰必须要离开迄个南边的停船处，航往海上去。晚上被保庇，因会当免得遭遇着可怕的意外。暗时又阁开始落雨，9点半的时阵，迄只小扁底船 Turbo 号对跨线的所在浮起来停伫一个海楼顶。9月26拜一，早起天气悠然像昨昏。今日较长一撮又阁有一个新仔人倒来阮遮，随家审讯伊口径是安尼，下底拢是口径的，不过今仔日阁落长啊。伊属下有30个士兵，这个算较悬，官阶较悬的归伊命令监督，但是即寡人已经陆续逃走陆续才要安怎讲？
我是无查过绿色吼，我刚才看，但你当初个词吼，我记得有一句叫捌听过，毋知恁捌听过，叫做伊写做那个三抽抽四肥肥，鬼说是安尼吼，花像中间三四个绿色特色吼，三抽抽四肥肥。或者是讲花像人数无够侪吼，三抽抽四肥肥。此台位置可能绿色陆续。1973年底就是收做绿色，每一年嘛是绿色。厝内底有收，伊下底有收一个叫做，就是媒体的一个影片吼。面试台湾学堂台语讲细事内底讲，长底对应着名叫做陆续，有迄个讲法嘞，我毋捌听过咧。长底吼。我看台语大词典若收长底，TNG 第5条 ，TNG 第5条，其他变大拍，英文卡。无，台语大词典无收长底。转来日志遮吼，讲医学校30个士兵归命令监督，但是即款已经陆续逃走。现在国姓爷爱伊即个清点人数要停步嘛，因此伊才倒来阮即边吼。伊看到已经无其他路会当行吼，伊会倒边走了，家己不得不走吼。伊是约2个月前，向国姓爷某对生仔来到遮的，约3礼拜前，用5只3板分2道对杨条再去洽谈迄寡士兵。伊讲迄寡人约200人，还佫有一个官员是被国姓爷调去驻防provincia。目前住在杨条的士兵约1000人，此外还佫有其他的人。迄寡士兵分成做3个军团。迄寡军团半数以上的人已经拢死去啊，其他的真侪人破病吼，这是互因的兵力遐尔衰弱的原因。伫洽看就是 provincia 只敢若驻了200个士兵，由一个官员指挥，并无驻军啦吼。伫瓦克洽看这边，杨条对面的迄个围掠吼。围困即个陆队啊吼，驻约有1000人，因伫咧杨条的头前吼，即边一直到海边啊所在，挖一条河沟，因为真惊阮去发动攻击。现在因大概也会伫咧杨条的北边，一直伫咧即边的所在吼，来清骨吼，挖清气吼，要来互阮的马含无伫咧坑中。或者是石骹吼来车来跋倒，伫咧迄甲位也无安置骹擦，遐
较早就限制了吼。遐八门大炮，还有南门菜梨啊，其他5门已经对遐被载去台湾市场。爆出来河高，查某被电起来海水灌入去，约了一半的管道。起伫用条细细的迄寡电篱笆，因已经甲伊修建起来，并且拔甲搁较勇吼，拔甲搁较坚固吼。福尔摩沙本岛南边的内陆区的士兵真少，就是南区的士兵真少啦。即个有一个军团甲一个官员，因2天前才对出队去吼，但是迄边是毋是有碰船，伊毋知影。原来派驻伫迄个内陆的士兵，现在调来即个围陆遮。停伫即内面的迄寡碰船，约有200-300个士兵，即寡士兵是对其他迄寡军团所调来。最近伫即个市场有3个上主要炮手，因为迄只船会爆炸来死去吼，迄只库克肯会爆炸来死去。但是伊毋知影是毋是还阁有真侪士兵因为安尼来死去，只敢若听讲死30人。迄时因伫洋条的人也已经拢摕起武器准备好，若是讲阮出去攻击即个市场，因就要来援助即个市场的人。伫台湾市场伫尾牙的属下驻有约了1000个士兵，伊无听讲过吼。出队以前捌有搁较侪的驻军吼。即只伊无听讲过，是无听讲过啥？听讲过买信的约了1000个士兵了。好，继续讨论吼。米伫出队剩无多，有几只帆船，装一寡糖，准备好要载去西那，可能是要搁去载米来出队。到时阵会有一寡官员的某会坐即只帆船来离开出队。有一个台湾。一个台湾，即个台湾的岛的米，现在售价卖到17个都不认识，就是1.7毫吨吼，一岛1.7毫吨的意思就是吼。即寡官员的某呢，因为重点是被北部的福尔摩沙人所头着伤后来死去的人，所有的人包括地方官。含因的某囝吼，拢爱含即寡妇女同齐坐船去西那。现在只讲咧天候良好的天气，赤坎的作物是也无真无好吼。稀山无力吼，像咧写吼，稀山无力，到现在拢也未结穗吼，所以呢，将无有啥物收成，因为农时已经过去啊。除此以外，农夫所栽种的面积嘛伤细吼，嘛真细，因为因真无意愿去耕种吼，伊则着讲，因敌军因伫出队所找到的，对福尔摩沙人所处置的，以及协别共处的迄寡米，拢早已经食完，现在因完全只敢当靠西那所载来米来生活，因伫咧西那南方，较坦白势力之下地区，还阁会当摕到米吼。阮必须派船去海上巡阅来阻拦吼，因为因伫出队既然无牛可处，就要对西那载米来又搁逼阮来阻拦吼。安尼因势必为着腰无所困，甚至活袂落去吼。而且出事若团去西那，将会引起边的人的惊吓，毋敢前来出队吼。塔塔兰也已经开始咧准备要伫北方过节落来攻打国西亚势力之下迄寡岛屿。伊无听讲过国西亚要采取挥兵出击的方式来攻击阮，伊敢若只想要用围困的方法来逼阮，因为因判断因无法度胜过即个城堡上所采的遐尼多大炮。派去驻留伫个内陆的士兵已经被调转来，并且已经改度路经的工作，只管有一寡体育比
地方，还阁留伫遐继续咧经营的农事，还阁有900个士兵分属2个军团，由2个官员带领去伫赤坎北平6工形成的村社。这寡士兵只敢有170个人转来，其余的去900个转来170个吼，其余的人拢被杀死哦。有一个官员也受伤来死去，就是指尤定吼，左先锋尤定。有一个官员叫做沙命，对新仔被押来遮吼，因何缘故伊毋知。河边住伫赤坎的一间小草厝里，不准伊阁去见国姓爷。我草井是伫杨条的军队的统帅，伊无法命名哦，毋知啥物人。阮草井姓。小兵的人数也明显减少真多，这个人因为欠缺粮食，真多人逃走，也坐炮船偷偷离开的。现在差不多每3个士兵还阁会当分袂到一个小兵。农夫更较散扯了吼，散到强要无法度医生吼，无法度生活了吼。而且因所种的是番薯，现在才开始咧发芽吼。采伫杨条的大炮，离亚拢准备好当发射，并且装炮弹，为此派5个炮手伫遐，伊家己就捌带领野士兵伫遐来护卫迄寡大炮。伫国姓爷有身躯边有真少有大官来往，只敢有特别重要代志要陈述或者是报告的时阵，才会去伊遐。伊也证实讲有何必斩首的代志，士兵甲军官拢因为安尼个拢领袂到毋是，无关系吼。伊也证实有何必斩首的代志吼，过来这句号吼。士兵甲军官拢领袂到薪水，个句号。赤坎放几条竹牌啊，要做好船，要来攻击进入这个港道内下阮的船只。人伊们港道的水深，伊讲有15尺到16尺。最近伫遐所看线的迄只篷船是属伫国姓爷的，船顶装载着糖。第2号场的哨兵暗时啊撤离，现在你是有60-70个人伫遐咧放哨吼。派去打到驻牢的迄个军团的士兵已经调倒来，分散伫迄个为了附近的农区的农民处理。譬如无驻军也无建船，今仔日阮又阁对敌人发射数发炮弹，也往即个市镇发射了一波榴弹，因却带真侪人入来即个市镇。暗时啊，天空乌阴暗吼。本国个19号倒来投靠阮吼，名叫做 Said 的迄个新仔人农夫，出伫自愿和对阮的友爱，提议愿意转去敌人迄边为阮来工作做侦探间谍吼。这个农夫一直有注脚第2条。讲1651年9月19号无人倒来提报任何消息，可能此处所讲的还是指9月14号对康港倒来的迄个新人。第1个注脚是啥？我无等下再来看吼。讲即个新仔农夫 Said 吼，提议伊讲愿意转去做 spy 吼，然后过来处队吼。讲迄边自从本国19号以后状况因此，就是自从迄天海战了后啦吼，因暗阮就放伊转去，互伊去进行伊要做诶代志。伊答应阮，伊会去甲国姓爷伫咧赤坎、国村社迄寡篷船顶
台湾油条以及伫咧西南军队兵力的状况，以及伊库存粮食武器等等的状况，对家己军队的计划如何，和其他可能侦查到的情报，拢全部爱小可去侦查，然后将伫3-4天内倒来甲阮讲吼，阮要清送因32亿，但是伊只敢若收12亿。因为伊惊会被发动遮尔侪钱，可能会被拍死。就是迄个讲迄个名叫做社团西南农夫啦吼。到无离7号剩9分钟。这毛糖起来做糖吃，可是我即马应该毋是吃毛糖，我来摕一片人参来甘一下。9月27拜二，早起有大风的天气，农历有22只帆船伫出港，但是因只出港无偌久就搁转去本来停船的所在。为着要甲现在踩伫顶站城堡的即个出的即个出道上迄寡坡道的，就是出的路啦吼，用了迄寡古炮。或者是写做榴弹炮，山塢危险性较细的所在。今仔日阮伫迄个为着第2条堡甲即个龙城堡中间开始挂着一个炮台的准备工作。敌人有时会用小炮来该工程的工人来射击。下晡感受到一道的即个中级的地动。下晡福摩萨议会召开会议。阮迄寡船只今仔日有去看到，其中有6只，尾仔嘛以前就来南平停船处遐趴场停船。落尾迄其他迄3只到暗暝啊，还阁伫北平大石区的北方。但是前一篇的第1个注脚，我拄则讲我读袂记吼。第1个注脚是讲一个台湾度量的岛的米，现在卖到17个。1.7毫吨吼，这个单位吼，这个台湾岛啦吼，咱来看这个注脚写讲，显然迄当阵纽约岛的重量大水，确实因为各所在无共吼，而且特别飘出台湾岛吼，台湾岛屿的岛。根据 VOC Glossarium， 眼党就是拄用台湾岛吼，台湾岛即条目的规则是讲重量单位，伊的重量各地无共，伫西 Java 甲东 Java 差不多是1/10大吼，就是10斤嘛。伫东 Java 是5斤，伫婆罗洲是4.5磅。伫巴达维亚斯基沙图恩规定是13，又过1/3磅。万国人讲，伫马塔湾重量是8磅。伫佛萨梅林的乌顿却讲，这个简单。重岛是米或者是荷这个单位，400简单是1个 last， 安尼算起来一个简单差不多7.5斤或者是9磅。最后说，因为这个资料又讲伫安磅，一个简单是17.5磅，
比其他所在较轻吼。可能甲西爪嘛、甲东爪嘛同样相像，就是一斗差不多10斤。安家因先生认为是12斤吼。哦，这重量单位啦吼，一斗米到底是5重吼。好，咱继续看9月2拜3，准细文件。早起也是大梦的天气，透东风。政府所讲迄寡芳船驶出龙尾门港外，阮命令大船24号甲美号去追捕。今仔日上午，船照本国月21号管去要率领大船哈索号、安格vin号甲雷伦号去归兰甲淡水，甲公司派出伫迄边的人带倒来特赛。叫做 David Holt 先生，也过时启程出航咯。阮看到伊阁下调经选了要坐的船，就坐领港船去迄只哈索号，伫该船吼升起一个旗帜，中昼对北方透起强风。下晡2点钟的时阵，早起出港迄寡帆船全部拢航出阮的世界。暗时听着领队伫市场后面工作的声音，因为看袂到，所以毋知因咧做啥物代志。9月29，拜四好天，闽风对南边吹来，敌人开始对因的市场南边的炮台，有着一条堡来射击。我想讲，迄条堡就伫因骹下安尼，对厝本和该条堡拢反击，但是迄个条堡真紧就被拍甲挡袂牢，无法度通反击，因为敌人瞄准甲这个准确吼，地到无人甲留伫迄顶面吼，无人甲留伫迄大炮边仔去操炮啦吼。即个以前讲的炮较变甲遮准哈，进前用个炮倒家己的吼。差不多半点钟，拢听袂到因反击一发炮弹。今仔日有真侪船只伫咧市场甲赤坎中间来往，所在的人有诶较少，有诶较侪。下晡，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讨论关于着要伫咧上水迄个碉堡的南边或者是边仔要构筑一个炮台，用来破坏敌人的炮台吼，或者是用来借机因继续射击迄个碉堡的即个代志。等等，详细内容有当对上水的会议决议录来看到。9月最后一天啊吼，9月30拜5。哇，即天落长，即天有较长意思啦。安尼9月30日就使来读个吼，就读袂了。剩1分钟。OK， 好，322号吗？你好 ，Winno，好，欢迎哈。好，看下刚刚无啥物。好 ，OK， 好，关房，感谢各位。